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黎阳王朝作为大秦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的王朝，整体的实力极强，即使面对着北凉和北蒙的威胁，黎阳王朝也有着底牌去和他们抗衡。那么黎阳王朝又有多少高手呢？第一个韩雕寺，首先就是黎阳王朝明面上的强者了。韩雕寺作为黎阳的宦官之首，实力极强，在指玄境当中排行第2，只弱于桃花剑神邓太阿，一手红蛇附龙之术，是众多江湖一品高手的噩梦。在黎阳王朝征战天下的那段时间里，徐骁在战场上替黎阳皇帝打天下，韩雕寺则是在暗中替黎阳王朝除掉有威胁的一品高手。擅长指玄杀天象的他，可以隔绝天象高手和天地之间的感应。当初的4大宗师之一的福将红甲就是这样被他越境给杀死的，将整套红甲都给剥了下来。因为虐杀了众多一品高手，韩雕寺被称为韩无敌，陆地神仙之下无敌手，是让人闻风丧胆的春秋3大魔头之一。第二个杨太岁，病虎杨太岁作为当年白衣案的参与人之一，杨太岁虽然没有亲手对吴素出手，但是他欺骗了兄弟，将徐骁给骗进了皇宫，让吴素陷入了危险当中。因此这么多年他的心中一直心怀愧疚，境界也下跌得十分厉害。要知道杨太岁巅峰时期可是能和齐宣真论道的大高手，当初齐宣真只是摸了一下他的光头，他就将整个斩魔台给踩塌了一半。原本杨太岁是有希望担任佛手的，只不过他身为出家人，却在乎名利，迷恋权势，尤其是欺骗过徐骁之后，让他的心中一直有了心结。虽然徐骁不再追究这件事，但不代表徐凤年能够接过。所以在西域劫杀赵凯的时候，徐凤年对上了杨太岁，进入伪天象后将他给斩杀。黎阳王朝6大高手，第3位柳松师。柳松师被称为是黎阳的看门狗，一身的修为极高，比韩雕寺的实力还强。进入天象境已经50多年，妥妥的大天象高手。他也是当年京城白衣案的主力，实力和当年的吴素差距不大，所以吴素才会强行进入陆地神仙境界，摆脱众人的围攻。这么多年的时间里，柳松师一直很谨慎，待在泰安城当中不曾走出。直到多年后，徐凤年大战北莽刺客，柳松师抓住机会想要除掉徐凤年，和他一起的还有东岳剑池的宋念卿。宋念卿临死之前使出地仙一剑，柳松师为了配合这一剑，重伤了洛阳。就在他要击杀徐凤年的时候，洛阳将自身的修为传给了徐凤年。徐凤年觉醒前世大秦皇帝的记忆，将柳松师打成重伤逃走。自以为已经安全了的柳松师，放松之下被呵呵姑娘给偷袭杀死。第4位顾建堂。顾建堂作为黎阳王朝的大将军，在黎阳王朝军队当中的声望和战功仅次于徐骁。作为春秋4大名将之一的他，如果不是因为徐骁的横空出世的话，他绝对会是整个春秋战场最出彩的人物。只可惜有一个徐骁在，他被压了一辈子。顾建堂除了带兵打仗的能力出色之外，在武道之路上，他也是一位大宗师级人物，是当今天下用刀第1的高手。他的绝技方寸雷会损人气数，即使强如王先知，如果硬接他几刀的话，境界也会下跌。只可惜顾建堂一直在藏拙，这一藏就藏了一辈子，再也没有机会登上更高的位置。作为黎阳王朝底牌之一的他，曾一碗饺子卖了黎阳，结果徐凤年还没有接受，这位春秋路人甲就真的是打了一辈子的酱油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黎阳王朝作为大秦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的王朝，整体的实力极强。那么黎阳王朝又有多少高手呢？又有几位达到陆地神仙境界了呢？第5位赵皇朝。作为黎阳赵氏的老祖宗，赵皇朝将龙虎山的气运和黎阳王朝绑在了一起。精于算计的他是13甲当中的蜀甲，一直在龙虎山上隐居，帮黎阳王朝掠夺气运。赵皇朝曾在100年之前设计了刘松涛，让刘松涛入魔后大杀四方，将整个江湖都掀翻，天门因此紧闭了20年。赵皇朝原本是黎阳王朝的一位皇子，放弃了一切后来到了龙虎山，境界早早的就达到了陆地神仙。此后便在地废山中养老，牵制北凉的气运。袁庭山刺杀徐之虎也是他安排过去的，因此让洪喜相大怒，斩断了龙虎山数朵气运金莲。针对徐凤年多次都没能得手，后面徐凤年和王先知一战后，借着高速路的天人体魄还没有彻底消散，来到龙虎山将他给击杀。第6位年轻宦官，黎阳王朝最大的底牌，隐藏最深的人物之一。在黎阳王朝建立的时候，他就存在了，与国统领已经活了200多年了，和黎阳王朝的气息息息相关，靠着吸食龙气在人间长生。历代的黎阳皇帝都知道有他的存在，在泰安城当中，袁本熙也知晓他的存在。袁本熙身死之前不敢鱼死网破的原因，也正是因为他的存在。曹长钦转入霸道后，落子泰安城，没有进入城中击杀皇帝赵传，也是因为他。这位年轻宦官是一位天
天人大长生境界的存在，只要身处泰安城，他就是无敌的。黎阳王朝只要不遭遇灭国的危机，他都不会出来的。只要黎阳的皇帝还姓赵，他就不在乎当皇帝的是谁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